我亲爱的女王陛下，请问您要我做些什么呢？女王陛下，请注意你的手。女王陛下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的话，请您尽情吩咐我。女王陛下，真的这样子不合体统啊？是这样吗？好，既然是女王您吩咐的，那在下肯定是一五一十的照办了。放心吧，女王陛下，你的手怎么……那我先退下了。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不是跟你说在房间里等我的吗？算了，这次去那边，除了手有点疼的话，也没有别的事情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明白，这女王最近几天老喜欢抓我手的。啊，你看看，都红了。啊，天哪！不过算了，也没什么，至少还可以动。对了，亲爱的，你看现在四下无人的，我们是不是？喂，你想哪去啊？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嘛？我是说啊，把眼睛闭上，我有东西要给你哦。闭上了吗？祝贺你复苏与天齐，祝贺你生辰快乐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你看，这个宝石是不是你超喜欢那个？当时啊，我就买了，想了就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你。年年都有今天，岁岁都有今天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怎么啊？哪里有唱难听啊？喜不喜欢啊？那你就好好拿着嘛，好吗？保管好哦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。恭喜！哦不唱了，不唱了。好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嗯，谁啊？哦，怎么了？这是我妻子，请问你是？啊，女王又有事情找我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亲爱的，那我只能再回去一趟了。你先回家吧，等一下我再回去。啊，不会有事情的，快回去吧。女王陛下，女王陛下，请问你叫我吗？好，那我进来了。女王陛下，这都这么晚了，怎么突然又把我叫回来了？什么？靠近些？要干嘛？女王陛下，我没有做什么背叛你的事情，你可不要。不是吗？好，那我过去一点。女王陛下，你的手又像之前那样疼，你稍微松一点吧，不要一直抓着我，这样真的不合体统的，你知道吗？
女王陛下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嘛。什么？我万万不行啊，女王陛下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您是什么人物？怎么可以和我相提并论呢？不可以的，奴才就是奴才的，不能和女王陛下有过多亲近的。女王陛下，你松手，松手吧。女王陛下，头好晕啊！在家里吗？啊，吓死我了！是梦吗？天哪！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亲爱的，你怎么？怎么回事？不会啊！我明明记得你昨天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妻子没有死啊！你们干嘛？她没有死，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们这群混蛋，放下我妻子身体，放下她，她没有死，她不可能死的，你们放下她，求求你们！你，该死的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昨天还好好的庆生日的，今天什么都没了。什么都没了，不是做梦。你们又来做什么？什么？女皇陛下要找我？我知道，你们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好，我会尽快过去的。女王陛下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昨天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昨天我只知道你一直抓着我的手，然后我醒来，我妻子就……你怎么会有那个东西的？这颗宝石是我送给我妻子的。你该不会是你杀了她？是不是你？对不起，是奴才激动了，不该拉着女王陛下的衣服的。女王陛下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什么？你喜欢我？这就是你杀了我妻子的原因吗？
抓住我的手了，你够了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大不了我也死了算了。她是我妻子，你把我妻子给杀了，然后想霸占我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当你的女王去吧，我不干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是你的狗了。什么？我妻子还活着？女王大人，你是说我妻子还可以活过来吗？我刚才都是说笑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背叛女王大人呢？永远不会的。你这个妖精，当然可以。什么？永远不跟他见面？这样，他可以一直活着吗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和你在一起。希望女王大人也信守承诺吧。妈，不用驱赶他，我自己来。请问这位女士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拦在我们路前？你是我妻子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便好。我们皇室之人都是一夫一妻制，没有什么的外面的女人。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所以请你啊，不要跟我带上一点瓜葛。好了，祝你好好生活吧，想个别的出路，不要总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来人，走了。我答应你，从此之后，与他相视为陌生人，一辈子冷眼相待，心头温柔。望夫人成全。烛火雷风速，雨点给，走后泪生成快乐。年年都有今天，岁岁都有今天，恭喜恭喜你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